喺香港，一個充滿機會嘅城市，唔係每個小朋友都有資源接觸到正規嘅運動訓練。佢哋嘅夢想可能只係一個籃球場嘅距離。你哋嘅父母自細俾你哋參加各式各樣籃球專業訓練，但係有冇諗過呢份幸運都可以成為其他人嘅希望呢？喺我哋嘅社區，其實仲有好多家庭資源有限，但佢哋嘅小朋友同其他人一樣，其實夢想無限。喺運動方面可能好有潛質，而佢哋需要嘅只係一個可以 game on 嘅機會。我相信運動改變人生，每一個入球都係努力嘅見證。如果你熱愛籃球，一齊抽出你空餘嘅時間，將你哋知道嘅知識同熱情帶入我哋嘅社區，你哋每一個指導，每一個付出，都可能成為佢哋生命中最珍貴嘅禮物。game on 唔只係比賽嘅開始，更係後來居上嘅精神。用運動喺社區點亮希望，成就夢想，就係 game on。哥哥